从贵肯那同了老辈个你了，贵不高工长，那最高瓦面个辈嘞，毛阿弥当头嘛，仓库了表辈回了回到了呀，嘿，毛钉子木到了哟，米钉子顺棒嘛，毛领口买走了，蒙忙，滴个忙着就上。我这产米我讲啊会了，别面我啊孬了，气我面刚啊痛了，一手我来啊多了，是做力了啊孬了。嘿，个外忙做讲我了，那外口做讲我了，我这米肉啊包了，米干啊包了，这天啊包了，我表示什么套了？快呀，困嘿，个外忙做讲嘛，那外口做讲嘛，米肉来包不干，米干来包不干，这天来包不干，我表示什么来套不干了耶？啊，从娃不啊，从那个毛那接通啥娃嘛，咱困着嘛，让啊个啊搞不宁，可听可点买个嘿，那你往说平那老巧说样老啊可哟，那你往那老巧宁嘿，我弄嘿了样定嘿个，会往毛出强的我了，明日你滚毛平的我了，那毛会滚毛平的我了，不毛是当木雷不当啊可哟好哦，兄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咱们不会呀，汪汪灿灿一棵树。好，请到这个表面呀。